来这件，伫咧电视的购物台卖珠宝煞买到假货，刑事局甲台中地检署接到投诉，讲甲电视购物台购买高级的宝石摕去鉴定，竟然是染色的俗仔货。这厂商来假造着鉴定书，甲假宝石当作是真的宝石，用正悬的价销来卖出，不法的所得超过1亿，有超过5000人被骗去。 拿得出无烧红宝，那是要有多大的门路？对，更有购物台主持人甲厂商强调，这批是无加工、纯天然的红宝石，也去提出鉴定书。玻璃填充净度处理是天然红宝石，有证明价销搁比市价较俗，吸袂少消费者。其实这宝石不是次级品，就是成本只有几百块的假宝石。就是有一个民众他在购买了，觉得跟电视上所看到的。 他觉得品质上好像有一点问题，因此他自己花钱送件这个珠宝鉴定中心之后，发现他买到的根本是次级品。台中地检署甲刑事局发现珠宝厂商伪造鉴定书，购物台佮疑似无好好把关，直接帮忙销售这批假珠宝，靠着主持人的公信力，将近5000人受害，厂商不法所得超过1亿。全虚假的那个玉石拿去染色之后，就扬称是这个高级蓝宝石。 那这个价值恐怕是在数万倍的差距哦。刑事局提醒，宝石价销受到顺道等级的影响，差价真大。佮若是明明是高级品的，煞是次级品的价销，这一定有问题。民众收到货物一定要详细检查，若是发现唔对，会使利用7天鉴赏期的管理，无条件退货。